那啦真是少见多怪。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子老爷扶着大寿，我娘家个这儿子方阿清来把寿，送那个寿礼了，至少要用年四条官船送到襄阳来，搿么才算真正的热闹嘞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！娘家的辰光，那他老爷做寿，不识别的，单单岁寿单，寿子3日3夜。啊，介许多礼当啊，搿房子里哪能放得了啦？哎呦，搿只房啊，放得咯，放得咯。我放假，但是厅堂嘛，搿就有东好听，西好听，把先听我听侬。哎呀，老太人，搿房子到底有多少度啦？搿房子到底多少度啦？房子10度，不大，搿10小，倒也不小啦。东啊花厅到西啊花厅，一条长廊铺啊里登门，西厢门到后厢门，三爷呀走介大个房子啊！哎呀，老夫人。从里问，啊呀，人比人真是气杀人。老夫啊，介大个房子啊，可要是看见过，就是连个听啊没听见过呀。我从生出来都没听见过，听见过呀。那没听见过个事情，还是说老个远了呀。我放假把药订来比菜多，想啊来过紫金锭，三步四子内莫亮，珍珠铺路。莫呀里
见过啊？看见过啊？搿如此他们来了那小家房里，抬手有机会多出来给那大家开开眼。哎呀，谢老夫人，起来，不晓得哪里位官太太又再来了。红云姐，红云姐啊！红云啊，侬起快来！红云姐，红云姐哦！哎呀，原来是芳芳爸爸。红云姐，哎我家亲戚来了。啥个亲戚啦？哦，就是老夫人日夜想念的我那方大爷来了啊！方大爷啦，这个别讲老夫人。哎，红云姐，来，红云姐，我还问没有说我你。老爷吩咐，先带方大爷到兰云堂见过夫人，然后想他我要跟我一声，配上高头白马，再配16里单，从后门上马到前门下马，再见过我家老爷。哦，这是方家的体面，也是陈家的光彩哦。那么现在你呢？哦，那人就在那边啊。哎呦，方爸爸，哎，侬会不会弄错人哦？啊，我怎会弄错啊？哎，快去禀与夫人知道。哦，快去。恭喜老夫人，是贺喜老夫人。又有啥个喜啦？方大爷来啦！哪个方大爷呀？喏，就是河南个方大爷啊！哦，我娘家个侄儿子方阿清来着。哎呀，这真是一天之喜了！我是日夜想伊来，夜夜想伊来，今朝总算把我想着在，我应啊，侬快快有请，有请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啊，这方大爷打扮哦，与众不同。那个啦？喏，伊身上穿个衣裳啊，是一块一块哦。哎呀，那啦，真是有眼发是金镶玉，这是皇上亲赐的，不不易啦。喏，干嘛伊脚上穿的鞋子，哎，张开嘴巴啊，会得吃人哦。哦哟，这叫斧头须啦，牙子一件包来。哦哟啊，侬快快有请，有请。哎呀，今朝了，也算是那个造化，稍是经过方大爷口头领赏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谢老夫人，有请方大爷。这穷人走进了，一个这个就算七八马这个兄妹子。河南的亲大乡兰用堂堂见姑娘，一见风情，变了模样。
娘在上，小人奉请拜见。起来，起来！长长小小喜当娘啊，喜当娘。哎呀，夫人的贵客来了！谁告诉你了？哎呀，夫人，哎，进来嘛，请上正驾，哎，请上正驾。红云啊，侬是不是有弄错人懂啊侬？我怎么会弄错啊？可是方板不讲的呀。先把方台领来见过夫人，稍后香汤没药更换衣衫，配上高头白马，再备送了礼单，送回门上马，再进门见我家老爷。可是放假个体面，还是人家个光彩啦啊！哎呦，去！哎呀，老呀老呀，乃么侬真是糊涂懂灾呀啊！既然阿亲这样子个狼狈，侬为啥偏偏有今朝个金夫？人家看见子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哦，哦，是阿青哦，哎哟，周姑娘日夜想侬，夜夜想侬，今朝个总算把我想着在。哎呀，侬坐动呀，坐动呀啊！姑娘身上哪有小事的所谓？侬路远迢迢家来，哪有不坐之理？哎，坐动，坐动，坐动！多谢姑娘。姑娘，小日久违事业，今逢莫名，得到襄阳。哦哟，俺少娘记性真好，晓得今朝是那姑爹扶着大手，叫侬这儿子不远千里家来，向那姑爹这手来个呀！哦，哎呀，俺少娘是要面子的，送来个手里啦，一定是体体面面、光光彩彩，让我叫后头侍女出来收手里去啊！姑娘。小日不知今日过的寿日，违背手礼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哎呀，搿周姑娘哪会去叫侬个手里来？哎，手动手动啊！真是穷昏头子，连道理都没了啦！阿青啊！干侬此番出门，必不得在家。侬个新郎，总也该打扮打扮呀。姑娘，你真知我母子目前的此境哦。那个啦，自从姑娘向娘啊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连年灾，3年寒光3年老，十户人家久无财，我家不应早为老，房管家财花人啊回，母子富有起身地，只落得苦受分担。好在，不要讲了起在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！介许多个穷话，要是把了人家听见子啦，我方家前世少年生，后代留子不孝顺。你谁家贫困才知道是何苦要怪
回来襄阳出臭名啊！你平常来是当还玉科，今日里受到茶饭中嘉宾啊！真要是别人背了讲到那个，就是我那情深恶断一块情。叫人一时绿河边，叫我今儿真情你。万事趁早大费重启。哎呀，阿庆啊！噶侬讲吃饭不是同那姑爹做肉来个，噶侬路远迢迢噶来，想必另有要事咯。一来向姑的姑娘问安。哦，好个好个，这儿子孝顺个，咁么儿芳芳堂里表姐也好也好，搿想必还有那三来。那啥么？那自家姑娘面前有啥个闲话不好讲你？姑娘啊，小日情我深一片，西窗樱花10余年。要待来山吟诗曲，真乃是元朗修石沙盘床。得到襄阳健康分。自家姑娘面前为啥要讲价？侬要多少嘞？姑娘不多，把你300两。300两？哦哟，四字都开口，银子用分短，一开口就是300两。阿庆啊，侬讲是借考本个呀？侬要借300两银子，可是怕啥个用场呢？姑娘啊，100两做路费，100两做安家粮，100两正等银账上进啊！哦，照侬搿样子个拍起来，300两要个，不多啊！银子没借到手，用场会拍得叮叮当当在了。怪不得呀，我放假介大一份人家，会被伊拍得介快个咯。好个，阿庆啊，搿姑娘拿着搿点点总归好商量个。多谢姑娘。不晓得侬300两银子够不够？足足有余。哦，哎呀，阿庆啊，搿俺啦清捐归清捐，搿银子总是要归银子个哦。侬今朝搿借得起嘛？打算是几时介大来拨我还你？待朕小侄功名成就，立即本领凤凰。哎呀，侬一讲两讲嘛，又讲到哈里去了？哎，自家人家同田呀，还要啥个礼田啊？小侄失言了。哎呦，好个，阿庆啊，侬讲有子功名立即凤凰，搿要是侬没功名呢？哎呀，不是姑娘啦，说句扫兴个话，搿功名2个字，岂能像3只手指头捏电路，搿个容易嘞？姑娘啊，小侄贵妇知今在，知青恰比盲目言。
到早晨起，昼夜帮到家子啊年，只待一旦风涌起，平地无恙上啊青天。也自气，也自气，不过呢，我个是儿子呀。上一道功名本是名啊利，富贵从来是不老有人。姑娘我虽有再万意，只怕侬是强求功名光了比心。姑娘啊，七日飘马下寒星，困守破崖李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何况是我放亲。姑娘是有多人风，侬莫比姑娘来比呀是身。哦，你本是礼部公子在下后，何奈受过节之名，恰为我如今我那文堂子，个公嫂的来是月拉当本。姑娘啊，世上提携千年夫，人间哪有万年病？谁想我如今我那坟堂子，宽受金鞍白马出皇啊身。哎哟，我个是宝贝呀！啊，你这是金鞍白马出皇啊城，姑娘我是半夜梦里也小心。真乃是世上三夫千年夫，那人间恰有万年贫。且看那古今多少读书子，哦，聊到一时就分了半生。姑娘我三不精通那乱章石，搿莫以想法已懂啊三分。我一眼看去是发为得出全啊亲啊，侬上京官考试做来人。姑娘，我知道官所中有官所君，谁料又是马路上，早知曾经我是为不该背井离乡来留情，君子修行不如少。阿七，忙想起那日丢亲出门的，家中是只有一对儿孙，黄
上困观察比娘亲，我母亲一天只去二家半，四天只能起身。放轻巧子，算一算我母亲48天苦活命。倘让我舒舒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活活我是老娘亲？要得为生，岂难生？更何况老母临别话定啊你，出门不必在家里，夜莺起码太省心。姑娘上有不到此，离别准备要娘几分小日子等30岁来相娘，只有李姑娘国若情。姑娘今日丢亲健康本，明年大比要龙衙门，常在平生领用子，不忘姑娘再备好在，起来起来！十儿子呀，说句良心的话，侬要去上京官考嘛，做姑娘的哪有不成全侬之理嘞？上一堂同去来自关若清，我不照应是谁呀照应？这儿你倘有翻身日，我呀专光是脸上金。多谢姑娘，好在，坐动。哎，搿困起来了，今朝不加倍。
发过门走了。不对呀，我今朝一口灯子也拨伊300两，伊银子大气到用光在，明朝要来借600两，后天要来借1000两。哦哟，搿样子个叫下去了，我陈家搿份家当也要被伊败光在。再说挑些田金，总是填不满个呀。不这样，可我总不能让伊控制手个回去，把人家讲起来，总要讲我做姑娘个不近人情。多少总要不给伊讲。我有3块。哎，老夫人，是。哎哟，我个侄儿子呀，侬啦早来3日也好，迟来3日也好，今朝家们真是发巧啦！姑娘早来3日真讲。那侬要早来3日嘛？搿大班屋里个老师他，但是大勿是里个老和尚，伊拉来花园啦！哎哟，老夫人啊，侬发发子把园圃开开哦！搿伊拉晓得我姑娘们落在好水个，我拿起一支笔，自家撕了，一想就是300两。侬要早来3日，我300两发想嘛，也好借拨侬了呀。那是来3日呢？那侬要是来3日嘛，那姑爹随也做过债，做姑娘放出去个私房铜钿，也好落实自家收回来债，搿么也好借拨侬。今朝家们真是吃素碰着月肚，发巧啦，是发巧啦。是子小日告辞了。妈妈的，哎哟，侄儿子呀，侬不愿千里家来，做姑娘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侬控制手个回去个，咁我就是叮叮当当嘛，也要传拨侬个。我有3块，我个拿出来啊！来了。那铜钿1000，3米1斗。姑娘，哎呀，阿青啊，1000铜钿呢，拨侬路上当盘穿，1斗米侬背回去，娘儿子2家烧烧咯，吃吃咯，顺便辣辣少娘面前等我好言几句。搿做姑娘的也是实在没办法，搿点点嘛，就算表表我的心意。姑娘，小日受之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哦，侬不要？哦哟，我个十宝贝呀！搿做姑娘算是借拨过侬过债，可是侬自家不要，自家讲起来嘛，非要讲我做姑娘个不借呢。我有3块，老夫人，伊不要么侬躲进去，白米好回几个，铜钿放辣门房间里，好打发打发搞好吃个。是。好气，十里姑娘太不近，一应轻薄我放情。大人1000你斗，还说是当发爷们就吃的神拿。姑娘啊，有言不可笑穷人。
官不能放根本。常言道，穷的那位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庄稼上有翻身着，困梦也能上天涯庭。前上后台前不能，就比过的老大手。啊！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有啥好不能讲？想当初落那美人多生气，穷途落魄生涯宽情。因有我祖父爱在栽培他，后来才医治妖精关少华庭。我说啥？啊！侬写出事啊！侬到来先冲更在，是我那姑爹们总是死。搿意思30个萝卜呀？那姑爹上来就是荣耀富贵，满腹文采，头像西瓜是一世的荣华。可是我做姑娘的老早家是看真的呀。侬了，我也不能看真大贼。侬是狗肚鸡胸，一窍不通。哎，那，哎，侬搿只断啦！哎，搿也不像冬瓜断，哎，也不像萝卜断。侬搿只是橄榄断了。人家来动火了，头上橄榄，翻身翻难，手落下，侬会难免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这是尽读诗书去上进，台上早改功啊名。你这是品德端正，心德好真为民法不把那个心。你这是少年有为立大志，断不为是出关路抽上啊身。我是金地在我难翻身，千岁昆仑真人云。我老爷若难事与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永是分当门。哥哥，我错啥了？伊讲我对他红着难找，搿方面是在向我卸下无知，搿背无靠呀！侬讲我错啥？侬听懂啊？我发早，也有半百年纪早过来哉！我要找到底，再么侬搿活出啥啊？我看侬搿忙头皮见小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最近回来有健康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家家小小，高须真香桌上讨姑娘见从了，从啊，从个晚再来后头来。侬个命里早指定，就跟了家后跟。姑娘一眼就看准，侬是金沙金丝难翻身。侬放心，谁有高官做？搿除非是龙靠好处度传人。侬放心，谁有高官做？搿烧酒兵里出动啊身。侬放心，谁有高官做？六月黄水人兵，侬放心，谁有高官做？搿皇冠出国变麒麟，侬放心，谁有高官做？除非是约了东山十先生，那朝中文武史官竟是皇帝缺少保家人，东天王帮西下诏，一心要灭侬宝贝放亲。哎呦！好叫兄小日子没吃过饭，几才心好吃嘛！弄大力气啊！
回家。发起见那姑爹在，小日衣衫褴褛，曲及故地，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罢。好个，有志气个，那么侬回去个帮错人，小日既能来，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啦，看来那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喏，搿里零碎压岁银子，侬拿得起，可不能取而复返。多谢姑娘，小日即使爷们就妻，也绝不随你生父断分银子。当真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后，月光再到襄阳城，副官报进城府门。好，从今后你是副官襄阳来，侬莫怪姑娘不留情，侬前脚进门斩前脚，后脚进门断脚筋。姑娘，小日啥是手遇了公银礼啊！暖下有功名啊，敢不侬听懂？你这是头戴乌纱，身穿红袍，腰系一打直灯朝西，摇摇摆摆摆摆，摇摇抬抬，心安出来王人，明路开堂上花门，姑娘我哈肚面跪在地，三步一拜金方亲。姑娘之言，事后可不要后悔呀！让御史夫人岂会后悔啊？红云三花，红云三花，刚刚我出啥子气得我头昏脑胀的。红云啊，侬快生几斤檀香来凶凶，把中气凶眼掉，中气凶眼掉。那，搿是穷举个雨伞包不啦？哎呀，红云啊，侬快叫一种后花园个出去！哎呀，后花园个出去！小姐之命。是呀，方大爷，小姐是神父千金，就是方大爷的表姐呀。既是此小满状告你家小姐，是我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
家小姐与你见礼面。小弟还礼。表弟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此所了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话没有讲完呢。表弟请。不知表弟何时到此？今日才到。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舅母娘在家可康健飞？托付兄弟。这边想去顿茶来？不用了。快到点心去。且慢，我在南云堂早就吃饱了。母亲啊，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上天桃，千朵桃花一时开，此情离给好困难。更何况人家深邃方家恩，怎能给歌手相逢心里归？记得当年谁无乱，舅母娘对我真心是不爱。自从我家迁襄阳，地家乱破少往来。平时爹娘上讨亲，舅母娘恩待难忘怀。今在难得表弟到，国说团聚送相会。我实在家母应就在，一言不语休见归。表弟，姑娘兄家要的好，真配有比绝不会。小弟是关心自己难救了，表弟莫用多理睬。表弟你不愿千里到襄阳，为何要匆匆而来几句回？母亲啥遇不到此遇，寄情在里来悲。小弟离家叫出场，转眼已是腊梅开。游子才华是暮年，10夜倚门盼儿归。你莫说于此里家居谁为？你莫说老母愿年盼儿归，带我去禀明老弟弟，去见舅母襄阳来。表弟呀，你留
我母亲年迈难愿迎，又不曾经过边来，一片好心地牢记，期待他年再相会。难更改，表弟呀，我分堂缺少英文同，家里岳父子女呀在，母亲是孤独在家度日间，小弟是横无丧子难飞归。今日是地十里去，他年走进来亲啊噻！烦恼表弟向故地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立此有为，预计不敢强留。彩萍，快去宁此三宝，送与方大爷做路费。且慢，表弟遭遇事业，是我不如臣服分分。神父之法一概不管零碎。这是预计今日准备的上元糕呀！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得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弟一片情谊，小弟心领了。这是预计托表弟生于举母大人，难道表弟不深陷于其一片小心吗？此次小弟真明。彩萍，你被方大爷这次捎带，带我去上元糕嘞。哎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，或许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，哎呀，小姐。
爷，他不随政府1分银子，这便是乎是好。方大爷，你此去红暖，路途遥远，粮水空空，使我委屈。那我这里有1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捐做路费。这使不得。这可不是政府之的，是我在堂前开队开出来的。方大爷不随，岂不是把我当作与老夫人一样了吗？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，你先拿着吧。此次多谢大姐，请问大姐名姓？我是小姐房里姓何名？查问我名叫翠妃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你枉为放假过热情，反不见丫头小彩铃。大姐生平多关键，芳情永远记在心。方大爷，方大爷，请说，方大爷，请说。官身是他送到天表里，这一点道理表诚心。你此去登山涉水路真远，我愿你平安早返太平城。一路上风急浪高须过渡，有黑山根接应，旅途老登我吞谁，上远高一路要泪生。多谢表姐。表弟，说句欢天说风气，你要早数天安其身。那两锭不苦，孤单苦，上远高才去要泪小弟生。知道了。表弟呀，你风尘只是3分花，不可闲讨一片心。谁生不见你要上前边，上远高时可要虑深。表弟，他千叮万叮嘱，千叮万嘱要留人。难道这点心乃是林子新炒作？难道是吃为便伤身不老的老船心？这真是市里姑娘临时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承蒙临别辰光天，我本当么真名大为生娘亲，只怕丢失在中途，
岂不是有份表姐一片心？待等小弟有功名，再到襄阳团表亲。今日分别来台，但愿相逢这样的情。表弟呀，不管你功名甚不甚，切莫要隔断襄阳一马心。小弟记下了。表弟，哦，不，哎呀，西风劲吹，寒鸦飞，就是一声翻故乡。快马再过消防去。臣夫臣不行其罪，不作情严查。小子人啊，严查。严查。小子人，张真讲，你来之人呐？小子人啊，你姑爹来了啊！姑爹
什么不便而已，害我匆匆赶来呀！啊，燕子，酒烧谁家可安好啊？家母托付安康。安康就好，安康就好啊！这里不是讲话之地，放本备马。哪里去？哎呀，谁我委屈呀！故地，小人思慕心切，不能拘留，枉放故地死在。燕子呀！一别匆匆十余年，上将就少燕10年。只为那历年兵乱关不动，诸葛云山路万千，英勇英断难专心，心系炎热到此间。啊，来，跨在故地为家去，与炎热接风把酒言。只为离家思亲戚，谁知做客多不便。既见故地传是走，使我小人理不全。燕子，你不远千里来到襄阳，怎么见了姑娘就走？难道只有你姑娘，就没有我姑爹了吗？非是小人目无正长，这是姑娘。凡是用我姑爹做主，由不得你姑娘。再者，今日乃是姑爹无日大仇，你也该回去向我拜仇啊！此姑爹在上，对小人拜仇。起来！这里又不是祠堂，怎能在此作贼呀？放本备马，姑爹，要我为父，实难从命。这是为何啊？方才多人姑娘小训，这是小人放肆地说了一句：有官再到襄阳，无官不进城府。燕子，知情国说，非同外人。就算有失言之处嘛，务必当真哦。非是小人坚不送命，是国道三军可得水，匹夫不可得其子也。呀，君子仇应不随说，难怪燕子目满腔。燕子，你去年方生两家亲心生，非同一般不欣赏。你姑娘只言休心她，燕子安心留襄阳。我鞍马出马，解救少，从此两家与靠旁。故地一片自然雨，快乐放晴思襄阳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骨肉亲，不及故地心意长。常言道，恭敬不是先聪明。想起了兰用堂上我姑娘，常在故地回家去，只怕受起风浪。
故地呀，深情含意我心间想，小日不愿见过娘。这谁不有子不能相见？可是姑爹怎能让你空受委屈呀？王本，你快回去，整理营帐出马，都去望京送颜色回去。且慢，小日遭遇事业，是我不受臣父吩咐。哎呀呀呀，颜色，你我姑娘多情，怎么连我姑爹也在忌内呀？是啊，怎么连你姑爹也在忌内呀？盼望故地神仙。哎呀，老爷，方家只有这单顶托子了，你不照应，还有谁来照应啊？放本，我是有道理。颜色，我有一日同问，故地何事？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定亲？尚未定亲。哦，尚未定亲。哎呀，颜色，我身为公卿，为显贵，可惜是未有官子一些帮。我要将小女终身许，配与颜色可相当。故地此意差有，小日贫富离早定，华发老母受分堂，寒夜凤凰难匹配，贫富原是不相当。故地修得来清虚，只怕受红妆。此关标记终身事，还请慎重三思量。颜色莫用，再退时，且听姑爹去家常。想姑爹当年流落难里，携带卖文苦难当。煞非你祖父临安台，我也有今日好风光。是今日方家只有你担定子，姑爹我年一般把武儿郎，两家岂能分彼此？姑爹当你亲生养，我有心选你做东上，人生我不得郁闷当。再逢故地续婚姻，此事还需细商量。小子人啊，这是你姑爹亲口相许，我还商量什么呢？我是非得高堂老母命，岂能够只在他乡自长？小子人啊，姑爹不就是你的正装吗？是啊，今朝我姑爹亲口许，你回家并母有何妨？小子人，你快应允现实啊！应允。
迎亲上许迎聘礼，怎奈我囊中空空腹纷纷。光起这8年大事须慎重，中间玩耍也没人。不难，不难。杀出聘礼嘛，待你高中之后慢慢补来。杀生美人啊！ no， 就送庭前许婚姻，无需红丝做牵引，就可老送亲作证，大美相伴。 老方本，这叫做一刻不完两足，男女两家皆有方本为美。哎呀，小主人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做媒人哦。此次小人卷起答应就是。哎。 既是答应亲事，还说什么捐钱粮食啊？主人，我还不见过岳武大人哦。此次岳武大人在场，小人小婿拜见。延续起来，起来！见过姑爷。方本备马，哪里去？哎呀，回家去呀！我是不会去的。哎呀呀呀呀，延续呀！姑爹家不去嘛？哎 ，no， 岳母家总要去的呀！岳父，小婿遭遇事业，与官再到襄阳城，父官不进城府门。天时不早，小婿就此拜别了。延续呀！不管有关无关，你都是要回来的呀！小婿记下了，岳父，请我。小主人，那就让老奴再送一送你吧。老丈，天寒地冻，不能远送。小主人啊，我是抱着你长大的老归家了，你就让我再送一送你吧。此次多的老人家，延续呀，有生父造反家乡啊！小婿记下了，岳父，请我。
跟昨天抽了一样木匠，手气美得发毛，冬天全部死掉，跟银子还道歉还少。没有办法了，朝请老帮主帮忙啦！看哪个比我更讨美的，今朝上在我的刀口上了。这短命个噻，落到路上人影子还没一个，看来今朝只好两手空空回去了。哎呀，来哉，上衣来哉！腹中鸡三宝，懂得人穿穿短短短短穿穿，苦难我的一座十两桥。翻上深渊多凶险，为首是个城中庙。蓝衣冰雪
我把牙关咬。闻怕雨雨随风飘，饥寒交迫两夜昏。表姐呀，原谅我，拒绝敞开着的心抱。君子受刑不受说，放轻我是多生自不哪里走？瞧哟，留下脉络，谁来？我是个平凡之人，哪里来的买路线啊？哦，包谷里面什么东西？那是包关电线，还要我亲自同手破身？待我打开这里，看嘞！拿来。快！真是他！铁匠是他，名望了，济南之中名不保。哈哈！要我命，呱呱叫，动问。先报，啥地方跑？
想不到中举，我还有个样个宝贝，哈哈！我的紫檀，我的紫檀。天哪！一家的灯闻怕响，真子把他接去了。马身将那太阳跑，我好比身上不脱如何报？表姐呀，你是用心良苦将子他分。深情厚谊比天高，你是情定来放定做我放归你为曾两气下，王妃表弟心也偏，可是分大老年高恐怕今生难见，你这与杨梦山今
女儿罢了，儿啊，快将我家那株榛子宝塔取来。这紫塔么？小姐，这紫塔不是在八宝箱里吗？带我去取。不在八宝箱里。那就在老夫人那里。翠萍，快将紫塔取来。是。也不在老夫人那里。那这紫塔究竟在哪里呀？弟弟是谁？大婶，我与表弟分别，女儿已将榛子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这人为吾到天堂，见的皇子把他当，名字传人他其人。奴家一般无良样，但不顾什么？上稽查红罗丝线同心结，同心结乃是女儿亲生亲。弟弟，不算是母家之恩。弟弟，这次他落在虎生之手。他落在那江城之手。落在江城之手。
女儿情不由衷，该为父将那当他之人送官设问，才必好好侍候小姐。趁他为好翻身的，我连累表弟女将亮。表弟呀，你身上有长无短，岂不是方家从此些思想？举送定三世，曾须救自己，你总督他到位随房，还是你从父起兵，言表弟与我母亲心一样，还是你曾与方家与冤仇，连累表弟还是你另有隐同事，你上龙作哑不管讲，为什么千年凡女你不为大？你讲。
知，不过有后有小姐不让我来补吧。看呀，小姐，你来看呀！翠萍，你不要再哄骗我了，小姐。十分相样，十分相样。上的十千堂，过一道依旧是山路弯弯，昔日大喜呀轻松抬到送来花难满。为难之中见真情，这真情还我多难还。表姐呀17、16个人，成去成来，我思念深啊。禀大神，来此一日襄阳城。
襄阳啊，襄阳！今日就地送来，怎不叫我观看自身啊？想当初小彩屏，他落秋庭中送人，老方本他西中送他情一生，故地他就送定连续婚姻，更年表弟真他心。表姐呀，表姐，你定会知道我今日扬眉吐气到此的心意哟。挥别十指襄阳去，想起了姑娘十里城，当初受起深缘，如今冲入一步进。姑娘啊，我约了3分江湖腔，月光该伴富官娘。啥时姑娘变了样，往事该笑不必讲。啥时姑娘不变是离心，莫怪我凡人相见就是一场来呀！有吩咐下去，与我准备与国进班，道衣道帽，送后院见见。是姑娘啊，我是大心一场安战场，全长辈且用一片两颗心。打断这，老夫人，我南方大爷来这。啥？那我南方大爷来这。方阿青来这。那可以光景是我啊。雨鞋大不相同。难道一组织官啦？哎，做了官嘞。啊？组织官啦？伊是前面这般喳喳喳，后面雨鼓蹦蹦蹦，做了3品到了啦。哦，做了3品到啦。我啦，这早就料到的嘛。我放假是祖上积德，俺少娘教子有方。
老糊涂，龙啊失报了。哎呀，红云三快，搿哪有问伊是分分外甥呢，还是内定叛军啊？我看啊是分分外甥。哦，分分外甥，搿哪一甥呢？江西省。江西省哪一道呢？老夫人啊，搿么侬到猜猜看呢？我小糊涂了，我要老夫人猜猜看呢。哎，搿朝代当中嘛，要算大兵的顶头，兵备道，不是个，读粮道，不是个。哎，盐茶道。哎呦，更加不是嘞。搿么到底是啥个道呢？哦，搿一定是师傅道中嘞。老夫人，侬越猜越不对嘞。搿么到底是啥个道呢？伊是龙虎道。龙虎道。搿不对呀，搿江西嘛只有龙虎山，阿里来个龙虎道呢？老夫人，啊伊是出了龙虎山上的道观者。道，难道伊出家了？出家不出家不晓得，只见他头戴桃帽，身穿袍袍，手捧一只毛泽东，还有2根毛竹棒，这只蹦这只蹦在江湖唱是道金者。唉，我啦，搿早就料到个嘛。我放假是祖上缺德，养出搿样子个没代子孙了。偏偏搿个老糊涂将俺个宝贝阿奴许配搿样子个穷鬼，搿么现在有人呢？秀在外面帮我去喊伊进来。啊！妈啊，就是我有请。是。唉，还以为有搿张面孔来见我了，气死我了，真正气死我了。方大爷，请哦。姑娘在上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多闻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在上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姑娘在上，小侄方请拜见。哦哟，我的是哪里来个蓬莱道长？原来是讲搿只宝贝方阿青来在呀！那红云三块，那2只细丫头呀，搿人也不淡，地也不少，岂不是要帮娃子方大爷个纱帽，弄出方老爷个红袍？姑娘果算求心未改。哎呀，三女子呀，侬请坐，请坐啊！姑娘在上，哪有小侄的所谓？我要问侬嘛，侬只管受动。多谢姑娘。那红云三块，哪2只细丫头啦？搿方大爷来了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，也好让老夫人头顶相伴，出外快捷。搿现在快捷来迟，岂不是又要拨人家讲我是重富欺贫啊？哎呀，十儿子啊，搿做姑娘的今朝有啥个不道之处，侬千万不要生气哦。姑娘言重了。喂，
我出生，去年那个辰光，一夫穷乡，颗粒大小。今朝家以来，是红光满面，走有走向，坐有坐向。红云三瓜，老夫人，伊去年来个辰光，趁出次大宴，是县官再到襄阳，副官不见姑娘。今朝家以来，怕有啥个道理懂啊？老夫人，可是一个高不强呀！哎，要小心点，小心点哦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嘛，但听口中言。我今朝啊，倒要仔仔细细噶去盘问伊一番。阿青啊，我个十八辈呀，叫声放晴十八辈，苍梧花儿难得开，东风飘来西风吹，是哪一阵好风吹过来？今朝吹到襄阳里，两边传公照真归。姑娘休得讥笑，这叫做功名本是名利定，只怪从来不由人呐。老夫人，还有我老早讲过呀。哎呀，那个死丫头呀！哎呀，我个十儿子呀！我看侬头圆圆心啊得好，定能头戴乌纱帽，侬是资源富得还言笑，脱了无所是还相标。小日是隔码头皮见有笑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哎呀，我看侬一时间个伤啊得好，定能生出大红袍。侬是资源富得还言笑，脱了红袍换紫袍。小日是左肩低来右肩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30岁来个罗汉家。坐等高须是传到上，小日是罗氏家康喜有笑，高举真相桌上靠。姑娘莫以想法高，我名利无关修其他哎呦，阿青啊，哎，侬有光哦，没光，还想摸得过姑娘搿双眼睛？啊！做官仔，哎呀，做官仔，做官仔！哎呀，红油三块，快快吩咐了去，好听八句，款待方大爷。见到方大爷，他变得好快呀！哎呦，做官仔。哎呀，姑娘，姑娘
不过通经财，荣华富贵一笔勾，名落孙山万年回。我只得一曲大人大此唱，四门一日走天涯耶。屋里卤米包了，穷乡已来哉。阿青啊，搿侬是没做官啊？没有做官啊！搿侬没做官嘛？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日不管心啊有归，真光再到襄阳来。多知为么路遇帮山张天口，他是我们一起定了面上啊在。小灯看大灯看，光用汉同三十载。好个好个，搿算盘倒是能当得司仪个了。老夫人，伊是想当俺小姐来完婚的呀？搿啦，就叫穷心为泰，色心高招。阿青啊，搿侬是当真没做官，当真没有做官啊，果然没功名。果然没有功名啊！哎呀，搿侬没做官嘛？做姑娘来了花厅把酒，岂不是便是取笑侬哉？小日早是不管当三啊！卡吩咐了去，花厅出去就餐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哎呦，我做啥了？一晓得我往里打嘴啊！有啥好笑啊？我在想你姑娘啊，笑我姑娘做啥？小日的话没有讲完呢。侬没讲完啊？是啊，搿么侬再讲落去啊？实在之言乃是张铁狗所讲啊小日们哪会轻易听信？啊因此偏要有了功名，再来完婚，这叫做大灯哭之后，小灯哭哦。搿个话说啥啦？搿讲闲话是个半真半假，不要整个组织官了。哎呀，阿青啊，搿侬还是组织官了咯？是一个小小的官啊！哎呀，说的快找多少！哎呀，啥儿子啊？搿侬一定是组织大官在小官！哎呀，大官！小哎呀，大官！官大官哪！侬自家姑娘面前何用瞒骗嘞？姑娘用笔。哎，侬坐来讲啊！见逢事情理相近，不愿千里投知情。承蒙姑娘年兄教，来自分发救公阿命，不应中途与大道，强取包囊囊上庭。直到名上异乡里，才知道么媳子逢生有救星。来了江西别用心，得救小日上京啊城。哎呀，这真是俺放假祖上积德，不是保佑灯哦。哎呀，阿青啊，侬吃
坐，吃坐，吃坐呀！坐到吃了起噻，坐吧坐吧，还不晓得大嘞。哎呀，阿青啊，哎，侬讲又要讲嘛，侬再慢慢讲了去啊。姑娘请听。哎，好好好。礼部称为二月里，马蹄大鞭行花城，切篇文章上边，经典传入唱新名，天子门生三丁家，状元接替典方啊亲。哎呀，十儿子啊！我听那姑爹讲，搿短命状元是要越家3日来穷林赴宴的呢。是啊，现今是300名，纷纷祭出五华上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范年龄也去芙蓉啊里。哎哟，好在好在，我啦只顾得侬讲闲话，也忘记得侬常年公啊接风在。哎呀，红油3块。那酒席有没有得摆好东啊？老夫人，啊，我不是不要了吗？哎呀，说的呀，好说准备上好个酒果，款待上元公。上元公，哎呀，快起呀！哎哟，我个十儿子呀，我啦早就说过，侬会得做官个啦。那搿一年哦，侬跑出来运堂。哎哟，做姑娘越想侬越有志气呀，越想侬越会得出声。我赶快叫那姑爹哦，一马再到举松亭。搿个老糊涂嘞，伊拉还不肯来嘞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叫放本老总管啊，加个阿得去个啦。哎呦，好在好在，咱们做只官在，来，快在姑娘到花厅去用酒，哎，花厅去用酒。哎呀，姑娘，啊，小些话，话没有讲完呢。侬还没讲完啊？话长得很呐。哎，搿么侬再慢慢讲了去姑啊。娘请哎，听。好。成功喜事精神上，同饮于此酒上阵。再而失手当今时，无言乱语马大人，天子何传生称怒。阿青啊，搿侬唱子何在？是啊，将放清搿只幻想为是命，因此我放清往事就放清啊，没奈何来了江湖唱到天，搿还是个坏人吧？侬倒是真。哎呦，搿件事情还勿好随随便便打来，搿拨伊一
些做官，一些不做官，可弄得我老太婆也昏头昏脑子。哎，我看伊虽那雨过兼办，还不是倡议叫伊唱一逃进来试试一个真假官。阿青啊，刚我看侬虽那雨过兼办，难道侬真会唱逃进洞啊？是啊，葛么侬唱一曲，拨姑娘听听呢？姑娘要听道人，小日真管献丑呀。哦哟，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侬唱得好，做姑娘个重重有赏；唱得不好嘛，做姑娘也不会见挂侬个。姑娘要听道人，小日有个规矩呀。唱道今嘛有啥个规矩啊？有个三不唱的规矩。哪个三不唱嘞？一不唱，见送夫欺病之人不唱；二不唱呢？见访会根本之人不唱；三不唱呢？见没人天亮之人不唱。哦哟，听侬唱一曲道经，还有介许多个规矩嘞！这叫做360行，行行有规矩呀。我不管侬规矩不规矩，今朝我就是要听侬唱一曲道经。姑娘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个。此次小日献丑了。哎哟，我早就伸长只耳朵来听侬唱噻。这一个一敲，可以唤醒四海名利卡。这键盘一响可以提醒可海梦中神。好，定家庭，定家庭。那么明白懂噻？要是伊活过1年半载，何里会唱得介个有板有眼？我看啊，这个穷举苦相真正摆出来噻。哎，我会叫这个老糊涂啊，来看看一个宝贝女婿带来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啪！哎，今天可是你请我来的呀？是个，是我请侬来个，请侬来看看，侬一马追到九松亭，免许终身的宝贝女婿。哦，哟，起来，起真来！是牛毛当有趣，个懒动当黄金了。老糊涂啊，那个宝贝女婿啊，也在学得一身的好本领，会唱陶家妙曲，请侬来听听啊！哎，道经有什么好听的？不听道经，且许假唱。今朝的道经也是非听不可，一定要听。一定要听过。好，那么大家听。这个要不大家听，不唱也罢。哎，一定要唱过。也许，那么你就与我大胆的唱了。那么侬好唱了啊！小婿告辞。历过年，遇过小素人，生命困，鞠躬面，错事不地返乡近啊，先家人把他来宽亲啊，父不认子，兄不认弟，少不认少，妻不认夫啊。锁定兄外有大志，
人不灰心。夫人，你可知道苏锦的故事吗？哎，可怜苏锦啊，当初得不到功名，全家人都看他不起你。我听得懂啊，用法子侬来解释，侬帮我说懂。那么延续后来的，到后来变了情，穷苏锦成了富贵人，落高风乡为家庄啊，啥事忙为了一家人啊，不因啥头顶香万块在十里亭啊，我已来小就锁定啊，可叹世间还有说情少，只人衣裳不成夫人唱得好吗？好好。那么延续再唱一曲。慢慢叫，我不要听了。你不听吗？我要听啊！延续再唱一曲。叹人生十里亭，情不错啊当儿灵，启禀爱父宽人情，十里小人真苦恨。上贼！所以侬会唱一曲道情啊？就来什么那姑娘贼？是啊，延续，你枉到孔门之术，立你为先，怎能冒犯正长盯场姑娘？真是荒唐啊，荒唐！老糊涂，这两句闲话等我总听过。万不快向岳母大人赔礼呀！哎，慢慢叫，老糊涂啊！来来来，侬真的要将宝贝啊侬许配个样子个穷鬼呀？这不是好雨落荒郊，好货成了女婚纱了吗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酒席已经摆好等在。哎呦，好在上在歇在，上月都已经变成腊头鸟了，我吃啥个夺命酒啊？你呀，真是牛眼不识宝。哦，侬聋啊，侬聋啊，识宝，识得个样子个活宝贝啊！女婿们唱道情，啊，侬做道士婆，侬跟了后头手手动电。也许既到此，就该接着完婚。老糊涂啊，侬今朝不帮我退掉这门穷亲，我不会到侬滚虚个，你还要退亲啊？一定要退个。不退！啊！侬不退，我到侬听你们不要为女儿的婚事伤了无情，母亲啊！你儿是一边情深一边情，表弟他身穷志高并身情，娶母亲我在苏万江配婚。真要嫁着他。二官员足一个，郎君天涯，心心相印到死期。表姐，表弟，犯了王金，那枚私见正经，荣华富贵，换不来人间真情。你的生灵后意，小弟铭记在心，日后听当。
禀老爷夫人，门外来了众军骑马登城，甚至也来迎接七上亲安大神啊！去，哪里来个七上亲安大神了？见过大人，小婿好才，连续何才之有啊！小婿得中头面上元光风，七上监察御史。我的后院早就看出来了。李大人更衣，此更见是后。夫人，哎，来，哎呀，司机你要退嘛也好退了，要拼嘛那也好拼了。哎呦，老爷，侬不要讲笑嘞，侬当我真的会看不起俺娘家亲的亲日子啊？当初嘛，我怕伊不会得出山，搿我是用激将法。哎呀，姐姐一个呀！此次不退了，哦，不退过，不拼了。老夫老妻上啥好气？好，你从前有话在先，倘在延续为官，你愿何么独免？哎呦，来呀老爷，准备何么与夫人图礼？哎呀，老爷，侬不要称呼当吉仔。今朝俺的这亲的亲日子，同俺个宝贝阿孬呀完婚在，侬还不快点进去换衣衫，做那个常人老头去呀？哟，我嘛也要老老面皮，换衣衫，做我个丈母娘去呀？方本再吩咐下去，上挂灯结彩，下红砖铺地，今日小姐完婚。老爷吩咐，上挂灯结彩，下红砖铺地，与小姐完婚。娘子